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姊妹，你哋應該會記得我嘅名嘅。今晡日呢，我哋就來拿呀2020年初級嘅題庫來做一個口語表達嘅練習。口語測驗有分初級有分3種：複誦、看圖表達，還個口語嘅表達。今晡日你就係來練呀看圖表達嘅部分。按樣來就對呀，啲要讀出簽。按讀好第51，讀好係你奧運嘅題目。伊個題目係也係奧運會嘅標誌。請你講出佢係乜嘅形扣起來嘅，總共有幾多張哦？有哪條項目？就按樣。也題嘅答案就係用圓形扣起來嘅，一共有5張項目。有哪條項目就係有紅色、綠色、黃色，然後也係黃色、藍色。依個題目就係按樣按簡單。好，然後我再講一個我嘅同學以前去考2020嘅時節嘅小考，就係講佢用11名嘅學校有一個按到英文嘅檢定班、應檢班，我哋就有去上課。不過我哋當年都在念英文，有年佢就會去考呀2020嘅初級考試。呀題目就問佢講，呀個圖片裡邊都係乜嘅東西？裡邊都係一個大象。佢看到呀個圖片，佢就大象，做乜會見呢？因為佢原本想到嘅係 elephant。好，今晡日嘅影片就到這邊結束，大家要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還個希望做得要記得去 Clubhouse 裡邊度簽名哦。我係阿姊妹，下個禮拜要記得來哦，再來了。